我發現好多人嘅努力其實係可以變得更加輕鬆。以前嘅我同好多人一樣，以為進步就係要不停咁衝，不停咁搶。後來我先明白，真正嘅強大唔係靠死頂，而係識得點樣幫自己差啲。以前我以為做到完美先叫成功，每日忙到停唔到手，結果忽略咗身體俾我嘅信號。嗰陣雖然好努力，但係個人咧好似空殼咁，好似咧每日喺度倒貼緊健康，而唔係創造緊未來。直到有一日，我終於諗通咗，身體先至係支持你追求夢想最重要嘅底氣。如果我想行得更遠，睇得更加多風景，我唔可以淨係識得踩油門，更加要學識點樣去保養好自己。所以開始咗一個計劃，唔係去追求咩遙不可及嘅大目標，而係由調整好自己嘅身心狀態開始。由幾個好簡單但係好有威力嘅習慣做起，飲夠水啦，日深呼吸啦，等大腦隨時都咁清醒。早瞓覺當成係最重要嘅能量投資，每日都留翻少少 me time，同自己對話，揾翻裏邊一份平靜同淡定。你信唔信？當你開始對自己好啲，中由心而發出嚟嘅掌控感同埋生命力，係會源源不絕嘅。而家嘅我唔再係盲目咁衝，而係帶住一份自信同埋淡定，迎戰每一日嘅挑戰。唔係話我而家好完美，但係我可以話俾你知，我活出咗前所未有嘅生命力。如果我哋都準備好 upgrade 翻自己嘅狀態，喺呢場由內而外嘅蛻變，因為我能量會同你分享，我係點樣踏出呢一個充滿動力嘅第一步。